大家早晨，今朝早同各位找數嘅，港股事前分析，講題係中國平安2318呈現射擊之星。日線圖咧，支持位一定係睇上個星期四低位噶啦，56.3係不容有失嘅。如果呢個位失守咧，就再睇第二個咧，就再前啲11月5號低位55.5嗱，兩個阻力睇一個夠啦。11月26號高位58.5係咁睇。兩個支持位，一個阻力位啊，咁啊不排除試晒兩個支持位嘅可能性㗎。呢個係日線圖嘅形勢，周線圖就點咧？中期啦，中期咧我有個好淡分水嶺喺呢個前升浪，中期前升浪嘅高位58.166先一，就係8月下旬嘅高位。咁呢個好淡分水嶺而家跌咗落嚟啊嘛，低過佢嘛，咁就淡啲啦。之前仲有一個更加明顯嘅高位，去年10月上旬高位57.08，咁亦都係一個好淡分水嶺。我有兩好淡分水嶺。至於支持中期嚟講，應該睇兩個。第一個咧就係10月中旬低位51.7，第二個咧就係9月下旬低位51.5，呢個兩個都好近嘅。好啦，睇完呢個之後咧，我再同大家睇下，查咗佢先。再跌到嚟有咩支持位咧？我哋假設呢個係細嘅1、2、3、4浪，咁啊相對地樂觀喎。升浪起點係51.7，升浪終點係61.4毫半，1毫半，sorry，落一個1毫半，回落嘅0.382倍量度跌幅目標咧，肉眼望好似到咗喎，睇先。到咗啦，0.5倍亦都到咗啦，所以下個支持應該睇0.618倍量度跌幅目標55.3毫1，係55.3毫1。如果你話由呢度開始度，我當成個升浪完咗咧，假設啦，大膽假設啦，都有可能㗎，1、2、3、4、5咪完咯。咁我就由9月下旬低位51.5度起，咁到時咧個目標就係55.1毫8先6，55.1毫8先6。呢個55.1毫8先6係非常重要嘅支持位，不容有失。因為一失手咧，向下繼續跌向51.5咧，就機會非常大噶啦。睇埋月線圖，月線圖咧好淡分水嶺係57.0先8，剛才講過，sorry，剛才講過呢個位噶啦。咁喺長線嚟講，我係一樣係亦都睇呢個位嘅，作為好淡分水嶺支持，同頭先睇嘅都係一樣噶啦，都係咁樣去度上嚟。但我有另一個度法，我哋先睇呢個先啦，初步跌咗落嚟。我係睇呢個51.5，唔係1.3毫6先一啊，8月低位啊，呢個都可以睇睇嘅支持。但係最重要咧唔係咁睇，最重要係點睇咧？我哋睇下呢個長期近期嘅升浪起點，好明顯咧就由36.8毫先8升到上去。今個月嘅上個月高位61.1毫半，我哋睇回落0.382、0.5、0.618倍量度跌幅目標，讀俾你聽：51.8毫5先一、48.9毫7先9同埋46.1毫0先7，抄低啦。51.8毫5先一、48.9毫7先9、46.1毫0先7係長期嘅咁呢個咧就係長期嗰個下跌嘅目標。咁如果你話我樂觀啲，調整完之後再升係點啊？咁咧呢個係好樂觀，不過而唔係而家睇㗎，我講定俾你聽嘅啫。就係睇前跌浪、長期跌浪，由呢個都係歷史高位啦。2021年1月高位89.8毫8先8，跌到落去最低位歷史低位係23.1毫8，係2022年10月低位。你清楚咪歷史先啦？又唔係歷史低位，對唔住啊，呢個唔係歷史低位嘅，嗰個就係歷史高位。好啦，反彈上去，我係睇幾多啊？令呢度跌落嚟，彈上嚟 ，OK，0.5倍就睇0.618倍量同升幅目標啦，64.4毫0先半啊，64.4毫0先半就係調整完之後再升上嚟嘅下一個升浪目標，或者叫做反彈目標。